乜嘢人容易出現個肚又脹又硬呢？心高嘅人啦，捱夜嘅人，容易緊張同埋抑鬱嘅人。心高嘅人群長期代謝異常，可能會影響到腸道嘅血液循環同功能，會導致消化減慢、腸道嘅喐動減弱，所以食物會積留喺腸道裏面發酵，引致腹脹。捱夜嘅人群生理時鐘混亂，會影響到內臟功能，會影響到消化食物同埋食物嘅排空，咁樣氣體同埋食物嘅殘渣就會堆積喺腸道入邊，引致腹脹。所以呢個肚摸起嚟就有啲唔規則嘅硬塊啦。壓力大、情緒抑鬱，容易影響人體嘅消化吸收功能，容易導致腸淤積綜合症，會出現肚脹啦、肚部不適、肚部嘅肌肉緊張，所以個肚摸起嚟就會一嚿一嚿㗎啦。個肚又脹又硬，我哋除咗用中醫嘅針灸、中藥內服、手法治療，咁我哋平時生活之中要留意3點嚇。第一，要避免食生冷肥膩嘅嘢，避免加重呢個腸胃嘅負擔。第二，要保持情緒愉快，避免肝氣鬱結加重呢個氣滯。第三，就要適當嘅運動，避免長時間坐得耐。